4個投資基本概念，令你嘅財富穩步增長。投資唔係有錢人嘅專利，而係每個人都應該學識嘅財富增值工具。掌握呢4個基本概念，令你嘅投資更穩健、更高效。首先係複利效應，亦即係錢滾錢嘅魔法。當你嘅投資回報累積入本金後，產生新嘅利息，隨住時間推移，收益會越嚟越驚人。投資越早開始，時間就越能發揮威力，令你嘅財富穩步增長。接住係成本平均法，呢種係降低風險嘅投資策略。透過定期定額投資，無論市場價格高低，長期落嚟可以平均成本，減少市場波動帶嚟嘅影響，令投資更加穩定。第三係多元資產配置，亦即係唔好將啲雞蛋放晒喺同一個籃，投資唔同類型嘅資產，例如股票、債券、房地產等，可以分散風險，提供整體投資嘅穩定性，令你嘅資產組合更穩陣。最後係風險與回報嘅關係，高回報通常伴隨高風險，投資前一定要根據自己嘅目標、風險承受能力同財務狀況嚟選擇合適嘅策略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平衡點。投資無捷徑，但有方法，識得呢4個概念，令你嘅財富穩步增長。